原子弹要做出来吼，迄开罗会议的时阵啊，大家你若无去啊吼，讲故事啊，你听就有注意啊。迄开罗会议的时阵吼，蒋介石去，丘吉尔去，罗斯福去。啊，迄阵吼，即个原子弹还未做出来。啊，日本吼，迄阵吼，东南亚拢要退去啊。英国的部队吼，无就是缅甸、泰国的吼，拢去互日本军队掠去咧起过河大桥啊。你会看过河大桥，拢掠咧起过河大桥。所以迄阵吼，远东的战区拄啊像中国交美国尔，太平洋咧战。迄阵吼，美国吼上界惊中国蒋介石导航，上界惊蒋介石导航。啊，蒋介石要去重庆，要去开罗吼，带带一个吼，东吴的前校长哦，叫王宠惠。王宠惠这个人是外交才子，伊读法律的，啊伊晓德文，伊是全世界第一个从德国兵法，就是这个俾斯麦迄阵的德国兵法吼翻做英文的啦。所以第一个从德国兵法翻做英文的，毋是德国人，是王宠惠。这人才子吼，伊甲蒋介石讲，美国叫英国惊咱投降，无惊咱投降，安尼咱投降煞是8年的。投降煞是迄个谈判的筹码嘞，啊，所以来，即摆蒋介石因就提出讲吼，我部队吼挡袂了啊，你要投降啊？迄阵吼，美军吼讲要对迄个跳岛政策要对海线起来，你安尼吼，我来投降。好，你嘛投降，你嘛投降，什么条件拢好？伊我讲吼，你即个日本的吼，较早对阮中国一个土地拢骗用中国，包括台湾。丘吉尔边仔听着，丘吉尔，做多马的，等。东三省、东三省吼，遐拢会使，但是台湾无使。台湾是1895年。即个马国条挂的，迄条即个太平洋战争进前咧，讲的东山省不就是？所以丘吉尔讲上界济啊，会当叫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哦，这点啊讲好哦，但是人丘吉尔交罗斯福那不是省油的灯啊，就讲好安尼即个内容吼，咱大家讲好啊，莫形成书面。无开罗宣言这个书面，这个证书就对了。咱拢大家知影头壳内底咯，咱国别转去咱的首都，我有看到迄英国的档案，国别你转去华盛顿，你转去重庆吼，你转去伦敦。但是王宠惠嘛巧人嘞，你无爱宣布，我甲你外泄啊，所以开罗宣言是。未宣提谢的宣言，伊无正式宣布。重庆外泄出来，重庆外泄出来了吼，中庆啊，外泄出来了吼，迄电报美登拍对伦敦丘吉尔咧骂迄个英国情报部长，即个物件都confidential，他会流出来。迄情报部长讲我嘛毋知影，他会流出来。即情报部长故意啊，你毋知影，我知啊，迄绝对是王宠惠。敢流出来嘛？因为这个消息对中国有利嘛，所以甲外泄出来。外泄出来了呢吼，伦敦话讲，既然中共已经宣布啊，去外泄出来吼，咱就甲宣布。所以是未宣提谢。你就像迄老人吼，要走去放尿吼，落白素干吼，还袂宣就泄出来安尼啊。歹势啊，袂歹势哦。我真假你讲互你上听哦，咱安尼叫伊来听，你知？所以1951年就是咱合约，要处理台湾问题。迄代表内底吼，外上面会上面迄个丘吉尔这个建议，然后叫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就是安尼来。所以既然日本放弃，无讲要有指定有啥物人，这主权呢？就交中国分开啊，中国的主权呢，就交中国分开啊。
中国主权是中国主权 ，China 是 China， 台湾是台湾，但是伊无讲要互啥物人，当然就是咱迄阵的国民的吼，咱台湾人600万，日本人撤退30万，但是即个蒋介石传200几万人，我加起来有800万人，迄800万人呢，共同而家拥有即个主权，所以台湾的主权呢吼。Taiwan's sovereignty is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from China. No problem. 台湾的主权呢，吼，是已经交中国分配。虽然台湾人民，但是咱台湾人民呢，到成为一个国家，昨昏咱若听吴钊燮咧讲的人，你会去互怪你袂去。昨昏吴钊燮伫你个大会咧讲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都理解的。迄是台湾的政治人物提出来骗台湾人的。台湾呢，虽然有家己独立的主权，也毋敢用台湾做名义去 claim statehood。你著爱用台湾的名义去 claim statehood。着国际承认台湾才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你要 claim statehood， 有2种做法，一种对外，一种对内。对外就是对向国际去宣示，讲我台湾真诶开始要成一个国家，无就是台湾共和国，也是台湾君主国，拢会使，无一定爱共和国哦。台湾君主国啊，台湾什么国拢好，但是你要是主张你的国家 statehood， 咱真诶吼，毋敢安尼做。台湾的政治领袖毋敢安尼做，甲你讲，这已经台湾已经独立国家，你毋通叫我做，安尼有巧无？足巧啊！伊甲台湾约个独立的代志，讲做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讲主权交中国分离，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2件代志甲牵摆做伙。我伫台湾一直甲你讲，我讲你安尼讲就毋对。主权是交中国分配，是咱台湾人的主权，但是咱台湾人即摆并也未用咱台湾去向国际去宣示台湾要成为一个国家。我是共和国啥物，咱真毋敢，中国会反对，中国反对封禁嘛，所以咱的政治领袖讲，咱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我无法度理解，我嘛袂晓你讲，因为我毋惊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讲安尼，因嘛无啥我的皮条，我当然做教授做好个，我是教授伤有贵啊，你敢有听着无？这个做啥物啊？我安怎办？向外宣誓以外，Independence Proclamation 以外，向内嘛是种做法，就是这是台湾国家的宪法，台湾共和国也是台湾君主国的宪法，但是咱真诶，无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敢讲要去制定咱台湾的新宪法啦，大家讲是修宪啦，安尼尔。所以讲台湾真诶，变成2300万人，是这800万人的后代。是用一个流亡政府 ROC Republic of China 是一个流亡政府 Government in Exile， 伊对中国流亡来咱台湾，咱台湾这边有主权的这个土地，伊呢流亡来咱遮了呢吼，无咱的同意来统治咱，伫1996年之前无咱来统治。伫1996年了，咱就开始选总统了，是选总统了。即摆呢，就变成讲，咱这台湾人呢烂像迄囡仔，北风作冷，风一直咧吹的时阵天气寒，烂去夹一领棉袄烂穿的，迄领衫大棉袄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地方政府。所以咱台湾这个囡仔，真穿这领大棉袄咧挡北风，但是有一天北风若过，这领衫就爱脱起来。你无脱起来，咱无法度有咱永远咱家己国家的。这是我现在讲伊报告的好，有啥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金门马祖
因即个 visa free 诶待遇吼，visa waiver program 啊 waiver program 吼有适用无？那根据我的了解，我是无去啊，真个了解啦吼。照你讲，伊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嘛，吼。这中华民国上届无，真是即个马政府主张嘛吼。啊，咱的护照是中华民国的即个national 摕即个 passport， 所以既然金马人士摕交咱小小护照，我毋知影啦，我要去查吼，敢会应该有合适的。我是希望你转去啊吼，会当去查看卖啦，这对咱在座大家足重要。Visa waiver program 3个条件嘛，第一个条件就是讲你的 nationality， 爱写 TWN 台湾对无吼？第二就是讲你的 birthplace， 你的出生地嘛是 TWN 台湾。第三个你的 resident， 吼，出生地啊你的国籍啊甲你的居住地，3个拢写台湾。那么咱了解金门网叫电视嘛，吼，应该是未通过啦。但是我无转去，我无法度去 confirm， 我拜托你会当去 confirm 这个。我先来找看嘛，因为我是无去想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甲我讲，我才想到。啊，所以讲，咱真诶，看我头拄仔诶报告，你就知影讲，咱台湾诶主权，无论咱台湾人有用即个台湾去主张 state， 咱诶主权诶吼，是咱诶人民所拥有，中国无即个主权，所以中国伫国际啊。你讲什么啊？这个啊，一个中国原则 ，One China policy， 哦 ，One China policy。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China。这个是一中原则啦，哈。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哦，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吼，啊。美国用3个公报去认低调，因为知影这个3个字啦，这个原则吼。但是美国并无承认讲台湾啊是中国的一省，中国嘛无承认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伊是讲有认低调安尼尔，这个问题吼。所以讲中国即摆呢，一直要逼咱台湾家去接受，咱台湾人接受美国、日本、因地去逼咱去接受，吼。但是咱台湾人接受咧，哦，啊你家己要接受嘛吼，啊你台湾要安怎？你家己爱做主啊，你可能日本也是协助你尔，你台湾人接受一个中国来吼，哦，美国、日本伊就用办法袂支持台湾嘛吼，所以讲咱进台湾的吼，离即个我头拄所报告迄个经济的依赖性会去互中国摕来平衡台湾的迫切之下的吼，我最近主张的吼。Anti-One China Union， 所以 Anti-One China Union 伫台湾呢，爱形成即个，主要你是反对 One China， 无论你是台联党、民进党的派系，哦，还是其他无党的，你反对 One China， 咱大家来做一个联合共同。